嗯，用聊天机器人帮忙制作文案，帮忙写论文，帮忙制作影片，还有写程式嘛，厉害呀！AI 聊天机器人叫做 Chat GPT，Chat GPT，然后 GPT 大写，很厉害啊！CHAT 是聊天嘛，GPT 大写的，这是聊天机器人呢。它的前身叫做 Instructor GPT，聊天机器人啊，利用这个 AI 人工智慧，然后会帮忙写论文啊，写程式码啦，制作影片啊，厉害啊！厉害厉害。